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大班，台语安尼写大班，大方、高雅、气派，台语讲大班。迄个查某囡仔讲话真大班，你穿这领洋装真适合你，大班阁贵气。俗语讲红水乌大班，就是咧讲红色的美丽，乌色的高贵大方有气质。啊，若打肿脸充胖子，台语讲无钱假大班。伊就喜爱面子，喜欢爱风尘，宁可付出着代价，嘛要甲场面舞甲真气派。这就是上正班的无钱假大班，嘛就是无毛假假大假。班正班、人班、寸班、中班，阮遮卖拢是上正班的台湾制作，免惊有假货。这个少年的人班袂歹，适合走业务。伊就是寸班的，就是雕故意要互你好看。做事人采收着荷莲豆，分做3级，歹的、中班的、水的。班嘛会使安尼用哦。一级一个班，一级一个做官的班。啊，伊的穿插真有头家班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大班，实在真趣味。